輪迴之戀。第二章，休息室的秘密。萬豪酒店23樓的宴會廳依然燈火通明，但頒獎禮早已結束。李生依道，林慕堅站在走廊盡頭的一扇門前，休息室就喺依度。酒店經理陪同他們進入房間，這是一個約20平方米的小房間，擺放着一張沙發、茶几和衣櫃，角落有個洗手間。當晚有冇監控程理生環視四周？休息室入面冇，但走廊有。經理調出監控畫面，你睇，夜晚9點47分，盛太太入咗休息室，11點13分出返嚟，中間冇其他人進出。林慕堅皺眉，1個幾鐘頭完全冇人進出，只睇到盛先生陪太太進出過。經理肯定地說。程理生仔細觀察監控鏡頭的角度，經理，呢個監控好似冇完全覆蓋到休息室門口。經理愣你一下，係有，呢個角落係盲點，但我哋檢查過，當晚冇人從呢個盲點進出休息室。你確定？程理生追問。監控顯示係咁，經理回答。程理生若有所思地點頭，接住問：咁宴會廳嘅監控呢？經理切換畫面，宴會廳有44名賓客，10個侍應，監控覆蓋咗大部分區域，但確實有幾個盲點。邊啲盲點？依度仲有近廚房嘅呢個角落。經理指住熒幕。程理生仔細觀察監控畫面，突然說將9點到11點半之間所有進出盲點區域嘅人調出嚟。經理操作了一會，畫面上顯示出10幾個人的身影。呢位係邊個？程理生指着一個穿着侍應制服的年輕女子。佢叫 Amy， 係我哋嘅兼職侍應，當晚負責送飲品。佢進出盲點區域有幾多次？5次。林慕堅若有所思。李生，你懷疑佢？唔確定。程理生轉向經理，可唔可以安排我哋見下呢位 Amy？ 半小時後 Amy 被叫到酒店辦公室，她看起來20出頭，清秀文靜，見到程理生和林慕堅時顯得有些緊張。Amy 唔使緊張，我哋只係問幾個問題。程理生語氣溫和，當晚你記唔記得盛太太？記得佢係貴賓，我有送過香檳俾佢。Amy 說話時不敢直視他們。佢飲咗幾多杯？大概4-5杯啩。你有冇入過休息室？ Amy 搖頭，冇。休息室係貴賓專用架，我哋唔可以亂入去。林慕堅問：嗰晚你有冇留意到咩異常情況？異常？ Amy 想了想，冇咯。哦，啱啦，有位先生曾經問過盛太太喺邊間休息室。咩先生？程理生追問。30幾歲，著深色西裝，好急嘅樣。Amy 努力回憶，佢話係盛太太嘅朋友，要交一份重要文件俾佢。程理生和林慕堅交換一個眼神。之後呢？之後我話俾佢知，盛太太喺梅字號休息室休緊息，佢就行咗去嗰邊，但我唔肯定佢有冇入去，因為我要去廚房攞嘢。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嗰個人嘅樣？Amy 努力回想，大概1.75米高，瘦瘦地，戴眼鏡啱啦。佢手上面有個公文包。程理生點點頭，唔該晒你 Amy。離開酒店後，林慕堅說：呢個神秘男子好可疑。係，程理生沉思，但更加可疑嘅係監控畫面入面冇拍到佢。會唔會喺盲點區域？有可能。程理生拿出手機，我叫人查下當晚賓客名單，睇下有冇符合呢個描述嘅人。兩人在車裏等了20分鐘，程理生的電話響了。程生，查到啦，是保險公司調查員小黃的聲音。當晚有3位男性賓客符合 Amy 描述嘅外貌特徵。第一位係黃啟明，35歲，投資公司經理；第二位係張偉豪，38歲，律師；第三位係陳俊傑，40歲，藝術品經紀人。將佢哋嘅詳細資料發俾我。掛了電話，林慕堅問：李生，你諗緊咩？程理生沒有回答，反而問阿堅：你話如果一個人想偷一條值1000幾萬嘅頸鏈，會點做？
最簡單嘅方法係趁受害人唔為意嗰陣直接扯落嚟。林慕堅分析，但咁樣太明顯，容易俾人發現。咁如果受害人瞓着咗呢？咁就更加容易啦，輕輕解開項鏈扣，神不知鬼不覺。林慕堅頓了頓，但葉雅琪話佢瞓之前摸過頸鏈，如果有人解開，佢應該會察覺，除非程理生眼神一諗，佢根本冇瞓着。林慕堅愣了一下，隨即明白過來，你係話葉雅琪講大話，佢根本冇瞓着，或者話頸鏈根本唔係俾人偷㗎？有呢個可能。程理生說，但我哋需要證據。化驗，林慕堅突然說，當晚葉雅琪酒後唔舒服，盛先生即時送佢去醫院檢查。當晚警方錄口供，都係喺醫院造假。如果葉雅琪當晚真係飲醉咗，佢嘅血液入面應該有高濃度嘅酒精，我哋可以要求睇佢當晚嘅醫療記錄。好主意，程理生讚許地看住他，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合作咁夾啦。林慕堅臉微微一紅，轉過頭去，專業分工咋？咁我哋聽日去醫院。車子駛入夜色中，程理生望住車窗外的霓虹燈，喃喃自語：今次會係一場單純嘅騙保案咩？